我怎么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合格老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每一对正常的夫妻都会经历这些的，难道我们2个人就这么平庸的走下去了？老公，是不是昨天我让你帮我收拾屋子，你不高兴了？哎呦，说什么呢？我是不是也帮你收拾这个家了？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？那你干嘛要跟我离婚？杨万伟，你干嘛那么对我啊？我从上大学就跟你在一起，一直到今天，我脑子里和心里都没有别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要个孩子吧。闪闪079，乖啊，坚强一点儿，很快就会好了啊。来，博士。啊。真他妈愚弄啊！这是我们新的策划方案。非常好。王老师，这是我和冬眠新拍的摄影作品，您帮我们点评一下吧。嗯，好。王老师，我们这个人物动态的捕捉还可以吧？这是你们俩 PS 的吧？啊，不是啊，这是原片儿。您不是说过吗？您喜欢原汁原味的。舒服吗？哎，高芳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不是要给冬年买生日礼物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走，咱买个香水就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哎呀，老公，老土，人家现在姐妹之间已经不轻松那么官方的礼物了，是吗？太无聊。冬眠的心思啊，我知道，我选的礼物他一定满意。你就乖乖在这儿等我啊。成功就在今夜，但使龙城飞将在。Come on, baby, don't be shy.
我给你推荐一款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用过都说好，让你成为男人中的战斗机。闻是没有用，不过呢，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折扣，今晚保证你满意。老公，哎，幸福死你们！干嘛呀你们俩？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两位，给我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哇塞，公主装啊！女神霸气侧漏，太澎湃了！侧漏什么侧漏？工作去。喜不喜欢啊？喜欢死了！看来你们俩最近这心经练的挺不错的。咱这儿就开始这样。哎，冰冰，给我来杯水。齐明峰是不是要来啊？是呀，都想好了，成功就在今夜。你最近不是练心经吗？给我支两招。告诉你戚明峰的敏感区吧，就在这里。老婆，你怎么知道戚明峰的敏感区的？就是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淡定，因为我那天不小心在理发店跟他碰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，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他就跟理发师两个人扭扭捏捏。啊？他不会跟麦克一样是个双插头吧？开始我也这么以为，你不知道戚明峰那小脸涨得通红，娇羞欲滴的，看起来特别像小受。喂，老婆，什么叫小受啊？老公，这种问题你还是上网查好123吧。哦，后来我发现理发师正在给他吹头发，吹到他耳朵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沸腾了。我知道了。抓住机会啊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谢谢闪闪。哦爹，刚亲亲面，什么东西啊？情侣戒指，特意在网上给你订购。谢谢 baby。不客气。哎，博士呢？有一匹马的眼睛受伤了，他正在给他做手术，今天我就代表他了。什么情况？